市啊，确实有真侪人唔敢去，因为疫情影响到民众烦恼做伙去话着唔敢出门。传统一寡市啊，生意规拢败市，点头会当讲是爱天叫地。讲做生意做60多年来，唔捌拄过这款情形。像讲宜兰三星乡乡公所决定内底才会讲的市啊，3月、4月2个月摊还的租金，希望拢会当卖收，来减轻点头的负担。 市场内底是冷冷清清，敢若是空城共款。店家看到安尼场景是真无奈，一直讲做生意60几年来，从来唔捌看过遮尔惨的情形。问题无人，你无了成就。哇，康！小猫一只也没有，估计10月吼，已经去放盘哩，噻。生意真歹哦，了，哇！我唔敢出来啊。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，民众拢唔敢去人济的所在，甲室内空间，连带影响到传统的市场，业绩是一直落。所以宜兰的三星乡公所为着要减轻店家经济压力，决定停收公有市场2个月租金。咱嘛希望来看透过什么活动，和三星市场会当过来振兴伊往日迄款老热的这气氛，尽速伫后个开始就马上减免2个月的这摊商的租金。 详细来算看卖，总共有30尾摊位，按照坪数大小无共，租金对1500块到3000块。即摆来减收3、4个月租金，乡公所减少13万的收入。看公所他们的作业，我们配合他啦。也是谢谢他们说给我们这个优惠啦。对着安尼政策，店家拢讲实在是真好，认为减几千块的负担嘛算是一种补贴。乡公所嘛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度过这摆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